好，咁多位大家好，又係我米高啊！相信大家已經早兩日見過呢一張 poster 㗎啦，大家都唔知道有啲咩優惠喎。我哋今日呢一條片就係同大家詳細講解下我哋雙11有啲咩優惠。我哋即刻去片。喺11月11號至11月18號，為期1個星期。TK Home 同埋 MCE 嘅小型家電同埋3C 產品喺原價基礎上邊呢，將會減11蚊。我哋有20幾款嘅精選產品，當日全部賣11蚊啊！如果你聽到呢度以為我哋淘多多得呢兩個優惠嘅話，咁你就錯啦。我哋話晒都大公司嚟噶嘛，有17間分店喎。11月11號當日，你嚟我哋淘多多買嘅滿100蚊，即可享有全單11% off， 即係89折嘅優惠。如果你睇完呢條片有啲咩唔明嘅話咧，歡迎同我哋嘅客服專員聯絡，我哋會詳細為你解答㗎。